这一切都过了，放了他吧。我已经给他一条活路了，就看他自己珍不珍惜，要不要重新站起来了。可是我们都不已经有我们自己新的人生了吗？何必要让那些陈年往事再来打扰我们呢？血债血还，这个世间是有因果的，你种下什么因，就会得什么果。我自有我自己的道理。放心吧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照顾好你跟孩子的。